大家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一架飛機喺大連墜毀嘅空難，即係北方航空6136空難。6136航班係一架 MD-82型飛機。而家架飛機喺北京飛往大連，喺北京機場起飛，飛往大連洲水子機場。而家到咗黃昏時間，而家架飛機個機艙入面有人想劫機，佢倒咗啲火水落架飛機度，之後架飛機開始起火。飛機要緊急迫降喺海面。而家飛機兜緊圈，準備降落海面。全機罹難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